来看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，早起伫环境部来进行环评专员小组的第2届初审会议，反对甲支持开发的团体拢开记者会来表达立场。反对开发的学者是指出讲评估报告内底伤过乐观哦。支持开发的宜兰民意代表是侯友公，着爱互宜兰人有利便的交通。高铁延伸宜兰的计划起点伫南港。 经过空仔寮、闪过翡翠水库集水区了后，进入头城，拢总60.6公里长。而且伫宜兰县府东南平设站有98%以上是桥梁甲磅空的结构。早起案件伫环境部进行环评初审，开发单位交通部铁路局表示，这个计划会当拍开树林到七堵之间铁路的发展，提升东部地区对外联络的速度。 达成台北到花莲的旅行时间只要90分钟，然后可以达成一个全国铁路网6小时环岛。 不过，伫审查进前，反对开发的7个民间团体代表，伫环境部头前档举行记者会，讲开发单位讲，台北宜兰交通的时间会当缩短，是否把宜兰市区搬车的时间算入去，至少差11分钟，这个提供不实的数据。高铁只比直铁的方案快了大概5到6分钟，那可是铁道局却不断的用这样的不实的数据来欺骗社会大众。 学者嘛，质疑开发单位甲产业经济外溢的效果估计了伤悬。当国5开通以后，礁溪的住宿是惨的，是失败的。所以，当你做了一个高铁之后，你会促进这边的住宿的一个需求嘛？所以这样一个外溢的效果其实是不存在的。不过，嘛有真侪宜兰人上北去环境部后壁动画考核，互有这个计划赶紧通过，莫阁延长开发的时间。 好好的考量，这是我们宜兰人应得的，不要再来延宕我们的交通的权利。嘛有医师为当地医疗主管来请命。我们也希望要有一个交通平权，因为交通条件的限制，让某一些专科医师、护理师、还有营养师，甚至一些复健师呢，他没有办法进到宜兰来，它严重的影响到我们宜兰的这个医疗品质的发展。 早起这个案件先由开发单位报告，再来由支持甲反对开发的民众来发言，到结果进前还阁伫审查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